有啲女仔想揾嘅男人其實根本都唔存在嘅。我算係睇明白啦。琴日一大早有位香港嘅阿姨嚟揾我，話幫佢個女揾對象。嚟咗先知道，原來呢個女仔有41歲啦，着住粉紅色嘅裙、黑色嘅樂福鞋，仲拉住媽咪嘅手仔添。女仔一直強調自己生得有幾咁靚，皮膚保養得有幾咁好。點講呢？女仔到咗一定嘅年紀咧，就算係保養得再好啊，都會睇得出一啲歲月嘅痕跡嘅。女仔話自己係港大畢業嘅，喺銀行度做風控，工作穩定。而家目標明確，係想揾一個未婚嘅、生得高嘅男仔，年齡咧要比自己細嘅，身高1.8米以上，工作能力必須要強。佢話雖然過咗咁多年啦，但係自己咧同啱畢業嘅時候咧冇太大嘅差別，依然係一個外表堅強但係內心柔弱的女仔，所以想揾一個強大嘅男人嚟做依靠。佢話上次同事咧介紹咗一個快50歲嘅阿叔俾佢，佢見完翻屋企咧即刻就喊咗啦。佢話佢係一個渴望愛情的大姑娘，想揾一個大叔，實在係接受唔到嘅。諗到以後唔單止要照顧對方，仲可能要處理埋子女嘅關係，佢就覺得呢個婚姻咧令人毫無盼頭。所以從嗰時候開始咧，佢就只考慮比自己細嘅未婚男仔啦。我實在唔忍心話俾佢知相親市場嘅真相，佢媽咪咧都喺另一邊度勸佢妥協啦，唔好再挑三揀四啦。咁我都俾咗幾位嘅資料佢睇咗下，我話你要唔要睇呢個38歲嘅喺香港咧經營住2間茶檔，雖然教育程度不高，只有中3嘅水平，但係身高咧1.81米，每年嘅收入咧有50-60萬以上。我都未講完喎，呢個女仔又委屈上啦，唔通我呢世就只可以嫁俾呢啲賣豬扒嘅男人啦咩？我又介紹咗一個40幾歲喺軟件公司做嘢嘅，年薪50幾萬，就係矮咗少少，唔到1.75米。佢嘅愛好咧就係健身，都中意做家務嘅喎，就係咧頭髮稍微有少少禿啦。女仔一上嚟就問佢喺公司係做咩職位㗎？我話就係普通嘅開發工程師啫。女仔即刻就話佢已經40歲啦，仲喺公司都未做到管理嘅職位，要麼咧就係不善交際，要麼咧就係能力低下，恐怕咧再過幾年咧就要俾裁員啦。我話你先唔好咁急住下結論啦，我哋先見咗再講。女仔即刻搖搖頭話唔得，自己大學嘅時候咧啲前男友個個都比佢優秀好多。我瞬間就覺得頭都大埋啦。你已經係一個40歲嘅人啦，要學識面對現實。相親係一個雙向選擇嘅過程，你睇得上條件好嘅男仔，你用咩去吸引對方呢？對方又貪你啲咩呢？如果你係20歲出頭，你可以選擇呢個市場大部分嘅人，但係你已經41歲啦，大部分人都唔會嚟揀你啦。現實就係咁殘酷嘅。似你呢啲咁偏執，多年只揾一類人，又要高大，又要靚仔，又要有錢嘅，反而最終咧只會得到渣男。反正咧，我依番話都未講完，女仔起身又要走啦。臨走之前咧，仲話我勢利眼，所以你哋嚟評下你啦，佢到底